喂喂，你老友輝仔啊！中年好聲音4呢，睇到而家30強入24強啦，我就已經預測到10強名單啦，唔係齋吹，有統計㗎。我上一屆都批中咗80成㗎。其實中年好聲音始終本質主要都係一個綜藝節目，只係用咗唱歌比賽嚟包裝，所以比重係市場回報佔60成。咁啊，唱功實力又佔40成啦。況且唱功未達到最高水平，日後仲可以練，可以進步。而且節目名都唔係叫做中年好唱功啦，所以冇問題嘅。實際上，中年好聲音系列係 TVB 依間公司年度一個公開招聘會天才表演環節。睇下邊啲有得捧，可以為公司帶嚟越大利益嘅，當然係會走得越後啦。咁呢個係冇錯嘅噃，只不過係呢間公司比較出名，將個過程公開播啲俾大家睇下咁解啫。所以唔存在話公唔公平，係啱唔啱公司用先係最緊要嘅。唔通隔離公司淨係揀後生仔後生女，就又唔公平咩？事實上，近年好多人見工都會俾 HR 問一個非常實際嘅問題，就係問你：如果我哋公司請咗你，你可以為我哋公司帶嚟啲乜嘢好處，或者幾多生意上嘅利益？而作為一間上市公司，聘請新員工入職，簽約之前要考慮埋呢啲因素係好合理㗎。所以呢，外形討好、40歲以下有觀眾緣嘅，或者有獨特性，同本身原有嘅合約藝人冇重複，就會係最大嘅入職考量優勢啦。而事實上，入到去最後10強之前，就已經簽咗2年合約㗎啦。何況入到7強之前，決賽開始交歌嘅時候就梗係要加簽長啲嘅年期啦，在商言商，好合理㗎。任何一間公司出錢搞招聘會，都會係對嗰間公司最有利嘅準則去篩選最後面試。舉個例啊，例如請私人秘書，重點呢就唔係幾有能力，或者有幾勁咁簡單，係要綜合埋外形吸唔吸引，搶唔搶到眼球，識唔識做人，咁方便帶出去傾生意啊嘛。咁最後嗰間就梗係要個老細覺得同呢個員工都夾到嘅，咁先至簽約，咁又好啱數個噃。你話係咪啦？至於實際操作起嚟，其實非常之簡單，都唔使講其他技術性嘅操作啦，淨係揀歌呢一樣嘢就已經係最緊要㗎啦。好多時啲評審都會話參賽者揀錯歌，其實好多時參賽者本身都知道邊一隻歌係最適合自己喺嗰一輪比賽做參賽歌曲，而同一時間監製、導演、副導演、製作助理、音樂團隊亦都非常非常清楚，如果俾到呢隻歌，個參賽者大概可以去到咩分數。咁交4、5次歌曲名單，回覆都話冇版權喎，唔唱得，咪只有去到可能最適合、最有把握、最熟嘅第6、7、8位歌曲先至唱得咯。講真，就算喺娛樂圈裏邊做咗歌星，大唱片公司，例如以前寶麗金華納咁樣，同一間唱片公司裏邊收到有必紅嘅靚歌，都係最有機會為公司賺最多錢嘅歌星，優先俾佢哋揀咗先㗎啦。呢個係市場現實商業操作模式嚟㗎嘛。
資源投放分配就係咁噶啦。你係老細，你都會咁做㗎，係咪？我就做咗個統計去決定排名嘅。咁啊，嗱，譬如有5登1次嘅有1分啦，有超過90分以上嘅就2分啦，40歲以下嘅有2分，外形討好容易捧嘅有2分，有觀眾緣好爸爸錫老婆形象嘅有2分。咁樣綜合咗之後，同你分享下啦。咁就由11至15位啦開始講啊。喺決賽期間裏邊咧，41歲以上咧，第1屆咧有3位，第2屆咧有2位，而第3屆咧得1位。咁睇到呢個趨勢啦，即係而家揀嘅員工係最好係40歲樓下，可以為公司攞到回報期係越長就越好啦。咁有幾位參賽者咧，本身啊都名氣好大啦，亦都平時接開啲價錢唔平嘅 show 啦。如果簽 TVB 經理人合約係長嘅話，變咗咪長期被抽佣分薄晒收入咯。咁講真，我睇嚟呢幾位呢，參賽嘅目的都只係利用 TVB 嚟提升自己嘅名氣啦，之後再接出邊嘅 show 嗌高啲價錢啦。咁所以呢，簽長約嘅咧，佢哋未必肯簽噶啦。咁啊，科亞高巴啦，咁啊40歲啦，咁4個裏邊係比較叫好啲嘅，因為肯唱中文歌啦，條路有少少似啊丁丁，但係外形方面就差得遠啦。咁但係勝在咧，佢係帶子雄狼啦，咁啊婚姻破裂咗啦，咁啊同情分就會增加啦。咁啊同埋佢屋企咧都係長期喺香港嘅，咁啊接觸啦都方便啲啦。咁啊，跟住係卓遊燕啦，45歲啦。咁啊，家裏有錢啦。咁啊，譬如佢嘅唱歌啊、技巧啊嗰啲，其實都係應該係用咗好多嘅錢去堆砌出嚟啦，或者係叫做學翻嚟啦，或者有人教翻嚟啦。咁啊，even 係接受訪問嘅對答都讀好晒咁樣。咁喺幾個裏邊呢，就係對 TVB 嚟講係比較問水啲噶啦。咁除非你話有生意上嘅合作啦。咁啊，唯一啦，咁啊勁啊！大家知啦，44歲啦。咁啊喺美國又唱咗好多大嘅場合啦，格林美啊嗰啲咁嘅級數啦。咁啊，大家又唔食細米嘅，睇唔到佢會長期留喺香港發展，所以就差啲啦。咁啊，跟住呢位咧，吳奕偉，咁啊43歲啦。咁咧，佢哋睇嚟想行下張雨晨嗰條路嘅，咁啊，但係張雨晨舊年係39歲嘅啫。唔係佢改編曲得逞笑得咁開心，根本係有心令到強勁對手阿彭子嘉被淘汰嘅。其實佢係蝦女人，聰明嘅家庭觀眾又點會鍾意佢啊？所以我睇嚟咧都係又係大魔王嘅煙幕嚟嘅啫。咁啊，另外啊，莫家淦啊43歲啦，咁啊本身係合約藝員啦，咁亦都入咗呢行22年啦，咁其實都算係比較好啲嘅，咁同埋即係有根有強啦，知道佢點樣做嘢啊咁樣樣，咁其實之後可能俾多啲機會佢啊咁樣啦。好啦，跟住咧係第8、9、10位啦，咁啊6至7分嘅積分嘅。許美琪啦，38歲啦，咁啊好似好文靜咁啊，遷就得奶奶，好新抱咁樣嘅形象啦。咁啊唱功方面都紮實嘅。跟住係許雲妮啦，咁啊40歲啦，咁啊歌路同埋外形嚟講相對單一啦，咁啊難有多樣性嘅發展嘅。咁啊跟住係尹景純啊，35歲啦，咁啊因為珠玉在前啦，就已經有黃鄭啦，同埋張雨晨啦，咁啊佢哋兩個個樣係比較入屋啲嘅。咁啊同埋中港兩地呢隻粗獷線條，但係唱
歌嘅聲係女性化嘅咧？仲要話自己係大馬王妃，咁啊一般嘅家庭觀眾咧唔係好受落嘅。咁啊加上佢又比較情緒化啦，表現又唔係好穩定啊咁樣嘅。跟住係4、5、6、7位啦，統計到嘅分數咧有8分嘅。咁啊包括蔡密哲啦，35歲啦，咁笑容好好啦，澎湃嘅歌又得，抒情嘅歌又得，收放自如，感覺咧好似年輕時候嘅杜麗莎咁。跟住係鄭仲豪啦，36歲啦，咁啊 rock 友嚟講咧，咁啊 TMZ 係暫時未有嘅，咁所以咧有個獨特性啦，咁係佔優勢嘅。咁啊加上佢同現場樂隊一 jam 起上嚟咧，就真係如虎添翼㗎，所以咧去到呢個排名嘅。咁另外啊雷小雷啦，咁啊35歲，咁啊雖然咧嗰個大家注意力都未必喺佢身上啦，咁但係其實佢唱得好好嘅，咁啊音樂造詣亦都好高啦，咁啊都不容忽視嘅。跟住就係馬浩兒啦，35歲，咁一個又孝順母親啊，咁啊觀眾又容易墮入啊，咁啊湊小朋友啊咁樣啦。咁呢個形象嚟講，其實都非常之切合翻喺家庭觀眾心裏邊嗰個形象嘅，咁所以都係佔優啲啦。好啦，跟住咧就係3甲位置啦，咁啊有9至10分嘅。咁啊第一位咧係游淑晴啦，咁啊39歲啦，咁啊歌藝超群啦。咁啊但係流利廣東話咧就未得，咁英國公司就請講英文講得好啦，咁啊國內公司就梗係要請普通話講得好啦。咁啊 TVB 嚟講就梗係廣東話講得好係有優勢啦。咁啊睇到而家啦，咁佢都未唱到廣東歌係流利啦，咁同埋訪問嘅時候都仲係用緊國語啦。咁啊情況同上一屆黃渤有少少似嘅，咁但係黃渤上一屆咧喺比賽中段裏邊咧已經係轉咗去跟阿 Victor 老師啦，咁啊逐個字啦幫佢去執咬字啊發音啊，咁啊標準咗好多，咁所以後尾又攞到冠軍啦。另一位咧就係周志康，36歲。嗱，你咪噓我住先。實際上咧，佢喺5燈啦，同埋90分以上啦，都係攞到滿分4分嘅。咁加上好多觀眾咧透過呢個比賽啦，就真係認識到佢啦，就唔係淨係以前拍劇就淨係做埋啲渣男角色啊咁樣。原來佢咧仲識得唱歌，唱得咁好聽，又錫老婆同埋佢嘅仔女啦，亦都係一個好爸爸啦。咁所以咧3甲問題應該唔大嘅。咁至於名次咧，就要睇翻到時揀到俾佢嘅歌係邊隻歌啦。咁你話好似真係好似第一隻 touch 咁樣，真係 fit 晒嘅，咁啊自然係再高啲名次啦。最後一位陳玉培35歲，咁啊眼大啦、鼻直啦、白淨啦、唇紅齒白啦，有一種香港男人係比較少有乾乾淨淨溫文嘅氣質嘅。咁啊笑起上嚟咧，仲有少少陽光味嘅感覺添。呢隻款咧好好做嘅，拍劇又得，出歌又掂，肯定係大受歡迎嘅。咁佢本身又好錫老婆啦，咁家庭觀眾又最中意呢一隻 package 嘅。咁前途真係冇可限量嘅。嚟緊咧，咁佢會唱翻廣東歌啦，咁可能表現會係更加好啲添。另外佢有一個優勢咧，就係本身一路都未成為所謂叫大魔王啦。咁佢喺後段發力嘅時候咧，會有一個話題性啦。咁而且佢而家係暫時未有正職嘅，咁所以咧可以係簽長約，咁全身投入去聽晒公司嘅安排啦。咁當然佢亦都會非常非常之配合啦，所以咧係我會睇高佢一線嘅。你就密切留意睇下我輝仔批得準唔準啦。咁當然啦，我所講嘅評測統計嚟講咧，係喺冇嘉賓評審嘅情況之下，應該出入就唔大㗎啦。咁除非 TVB 真係重金禮聘邀請到容祖兒嘅 vocal coach，即係
歌星開演唱會之前會同佢哋練實難度高嘅位置啦，確保歌星能夠好輕鬆咁唱好每一粒最高嘅音，而且亦都有咁嘅能力去提升歌手嘅層次，可以去到天后級嘅聲樂教練啦。喺香港目前啦最勁嘅係兩位啦，咁一位係 Christine Samson 啦，咁啊另一位係曾路得啦。呢兩位先係真正名副其實星級，連歌星都長期跟住佢哋進修嘅 vocal coach。如果肯嚟做中年好聲音嘉賓評審嘅話，咁出入就可能會大啦。相比之下，近排有啲30零歲就話教唱歌、搞 playgroup 咁，實際淨係識谷名氣、開天殺價賺錢為目的嘅所謂歌唱老師，實際咧係幼嫩到只係幼稚園程度嘅啫。同我上面講呢兩位 vocal coach，直情係有天淵之別。有心真係學唱歌學好嘅，就真係要識揀跟呢兩位教授級去學啦。咁啊，留意到影到阿樂小姐咧，啱啱落飛機都即刻親自趕過嚟睇住錄影啦。咁啊，去鼓勵蒙面嘅藝員啦，咁啊就知道 TVB 咧重視嘅程度有幾高啦。咁所以我之前上面講嘅計分法唔係冇道理㗎。你又留言講下你嘅排名感覺同我嘅睇法有邊度唔同啊？幫幫手撳個訂閱掣，同埋分享俾你嘅親戚朋友啦。好啦，今日同你白住咁多先，再傾，拜。